兵哥，您的酒。兵哥吹哨子。撤！兵哥，干呗！分家我。等等，我找你们每次都是为了打架吗？我这次是有件事情跟大家说。从今天开始，叶小白就是你们的老大，以后你们听他的。来，让他做老大吗？他比我帅。我说真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正式退出江湖，去做一名老师。老师，不是兵哥，你平时读读书也就算了，做老师哎，你这样也不像啊。你过来，把衣服脱了。你左青龙右白虎，黑社会。裤子脱了。戴眼镜。这车谁的？我的。赶紧挪开！啊，我们是飞车党啊！你这车怎么飞啊？钥匙。我叫廖学兵，26岁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 Super Teacher 兵。我叫廖学兵，是你们的新班主任，啊，代理班主任。可能是今天我显得太严肃了，其实我是一个很活跃的人，我有很多的兴趣爱好。传统嘛，
说，这个比前几个倒是帅不少啊。不过智商都一样。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很爽啊！你以后会常来的。廖老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很通透啊。刘老师，你恐怕还不知道，你已经是这个班的第17任班主任了。邱主任，小廖，我们也没有想到你第一天上班会是这么一个开头。不过，我们一直对你都很有信心。多谢校长，那不如我现在就去上课吧。廖老师，欲速则不达。哎，小廖，我还有一个会，我先走了。没有。这是这个班的资料，你拿回去先看一看。那校长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廖老师，嘿，您没事吧？哦，之前校长和邱主任都太忙了，没有介绍。鄙人姓宋，宋玉浩，是高2年级主任。啊，宋老师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那是自然了。廖老师能来我们这里当班主任，想必是有什么管理学生的特别手段吧？啊，丢人了，丢人了。没事儿，万事开头难。敢问廖老师之前在哪里高就？这个，我刚刚大学毕业，没当过老师，凑巧校长给了我这个机会。吗？您没当过老师啊？您不知道这个班，那可号称是死亡班级呀。死亡班级？对呀，之前有个卓老师，现在还在精神病院呢。您听我一句话，赶紧走，兴许还能留个全尸。谢谢。那不如我就再试试。这人有点意思啊。行，希望你还能撑得住。